做乜解咧？叫錯街不會啦。紅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雕，兩隻照相叫，哇哈哈，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。安江姐，你怎么了？妈妈改。安江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同你讲，妈妈改就妈妈改。那你的头为什么要用卫生纸包起来呢？你莫做梦呢，做梦，俺妹妹同你讲。安江姐，你跟我说嘛，说嘛，哎呦，你係咪咪？張就愛切家長地嘅咪咪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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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安江姐，誰姑？哎呦，誰姑？安江姐嘅頭，安江姐都不跟我講，我怎麼會知道嘛？娘起來，安江啊！做乜咦，瞧，木乃伊，哈哈哈，安好笑，安好笑，好笑咧！唔過真是安好笑，誰估你講錯唔錯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做笑咧！唔過真是愛好笑，誰估你講錯唔錯啊？莫做笑咧！做笑，我就愛不愛咧！安江姐要生氣了。好啦，唔笑，安子就發現。唔過安江姐，你個面怎麼該用衛生紙包起來呢？錯，只有他才知道的秘密。秘密就講唔得咩？就同你講係咪咪咧，萬莫。誰姑？安江姐原來改的哦。嘿呀，包得好像木乃伊。安好笑。莫笑哦，做笑叫喂。貨台。誰姑，你們在做什麼啊？水屌，你來得正好。我跟你說，真的，安江姐變成木乃伊哦。而且安江姐有秘密不告訴我們哦。秘密。我最喜歡知道別人的秘密了。該，你來想一隻辦法。打開安江姐的秘密。姑，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來咧！毛毛啦，雞場英，他翻來挺笑。最勇敢嘅雞場英，人抽為變先叫嘅任務。毛毛，我要發圖，讓我一個。
你个本意。爱摸啦，摸啦，来，慢啲嘅。嘿。爱摸啦，来，上天的武器。嘿嘿嘿。按这样子，应该调那等等包呢，莫按念咩？是啊，你要不要让他透透气，呼吸一下呢？爱熊哦，不爱啊，你案子玩走的什么？当然走的啦，不爱。哦，然后嘞，你个咪咪讲爱的，就讲你是苹果。爱摸。啊，当当，按讲子，把秘密告诉我们，这次宝秀就送给你哦。爱摸爱。按讲仔，只要你跟我们讲，这些抓就送给你。真的，你的莫做梦嘞啦，做梦爱就爱不爱嘞。好。按这样子，按捏咯，捏到爱好流氓咯嘞，卫生局加一种啊。按这样子，买很多流屁屁嘞，卫生纸借我一张。按讲仔，厕所没有卫生纸了，我想，QSC 嘞，是的，他很生气。真是又不等嘞。咕，世界最伟大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來咧！毛毛啦，雞長英，快快來睇笑！最勇敢嘅雞長英，人手為變身叫嘅任務。毛毛，快要發圖，讓愛個，嘿，你嘅本意。愛摸啦，摸。來，慢啲嘅。愛摸啦，來，上天的武器。嘿。反應，進反應，按反應。按這樣子，你冇過來啦。錯啊，按這樣子講愛到底，你個面做你會變利用啊。因為我請人妖怪是太多剃頭，過敏就變成利用嘞。按這樣子，你莫用手出面，按樣唔會好哦。錯。按講仔，那你有沒有去看醫生呢？
药。好不啦，看医生就会好了嘛。该就好，无，就让医生就会好咧。不过，俺丽蓉就唔系嘴讲嘅按讲这类了。谁哥，怎么办？魔镜提出来。拿魔镜要做什么？哎呦，你阿讲就魔镜做只本叫反现。没爱啦。哎呦，快拿出来啦！魔镜，马上系签写给嘴讲给吗？在我们4个里面，按讲这系嘴讲给吗？你讲乜噶？在按你膝盖几杯？你讲乜噶？按讲这系给圈几杯嘴讲给吗？给通爱讲。哟，师姑，你用半音，你报案系么？对，我生气了。师姑，唔好报案，我重弹通腰边头好么？好啊。来，嘴嘟嘟买条褲，嘴扁扁买牛眼，嘴圆圆买半烟，嘴冲冲买猪冲。哇，神奇哥哥，你系乜嘅意思啊？师姑，你可能一重嘛嘅，嘴嘟嘟。不嘴扁扁，不嘴冲冲，笑，嘴圆圆。系太笑，吵唔吵？哦，师姑，你安靜哦，所以唔好嘴嘟嘟誒，我多笑才等一下。你咋太好生呢？下次按讲这不按的，我没有通叫讲哦。这嘟嘟米头符，这边边米牛眼，这圆圆米sắc圆，这葱葱米煮葱。哇，師姑，你安強啲麼？你同下女床好嗎？好啊。好，來啊！嘴嘟嘟買條褲，這邊邊米牛眼，嘴圓圓買半煙，這葱葱米煮葱。耶！神奇哥哥，我真是太高興你咧！紅姑，緣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感謝收看。